我是乐乐，爱订我的频道，嘿嘿嘿嘿。上尾啊，一块叉角啊，嘿，袂使倒，袂使倒。乐乐，你咧贴叉角啊？对啊，我想要试看卖，敢会当用我所有的叉角啊，贴一个上勇上在、超级大的城堡。乐乐，这个叉角啊，放较歪歪，安尼城堡会真高倒哦。这是放直的，这煞变坏的，城壁歪歪就无稳啊哦。啊，足困难呢。去大城堡爱做伊的代志真多。就久以前，阁有一个天才画家，嘛是建筑学家，伊做一个甲城堡的门平大的鸡卵糕。迄个鸡卵糕，哇，鸡卵糕甲城门白大，一定足好食的。哈哈，重点是迄个鸡卵糕足菜拢无倒。这个厉害的人就是达文西。达文西互人叫做天才，伊有袂得停的好奇心，而且随时拢有熬创造的想象力。只要是伊想要研究的物件，伊拢会照认真研究。搁较厉害是，伊对各种学问拢有研究，亲像音乐、土木工程、数学几何、生物解剖、动物、事物、气象甲地质等等都有研究。达文西特别甲画图，伊会当画出真实的草稿，搁甲物件做出来实验。哇，足牛的！达文西啥物拢会晓。安尼，上大的鸡卵糕是安怎来的咧？意大利的公主要结婚啊，而且达文西替伊设计一座上特别、上盛大的结婚礼堂。达文西伫设计之前，先观察新郎甲新娘。新郎无介悬，毋过爱穿大双鞋、戴大帽啊。新娘正乐，介意骑马，因拢足介意鸡卵糕。所以达文西决定要做一个大鸡卵糕，爱足大足大的，大家会当伫内底举办婚礼。毋过要做一个大鸡卵糕无简单，干若是要甲所有的鸡卵甲面粉拿好搅匀，就需要有够侪人。所以达文西发明搅垃机来解决这个问题。毋过这么大的鸡卵糕要安怎才袂倒去咧？做大鸡卵糕就若像咧起厝，重量甲悬度若无计算好势，软软的鸡卵糕一时仔就会崩去。所以伫达文西的料理笔记，伊讲总铺师爱捌建筑，嘛爱会晓数学，才算会清楚需要偌济材料，甲鸡卵糕的寸尺。而且鸡卵糕就要水阁安全，所以就要设计色水甲外形呢。哦，落尾大鸡卵糕敢有做出来？哈哈，虽然这是改编的故事，不过达文西这么高，我感觉伊有做出来哦。达文西除了有建筑、数学甲艺术的能力，伊嘛有发明一寡生活物仔。亲像救生裤啊、厨细车，嘛拢是达文西设计出来。而且伊的设计图足精致，即卖人看伊较早画的设计图，也是会当甲物件做出来哦。原来是安尼，达文西有够高，我嘛足想要看伊画的物件。达文西自细汉就足够画图，伊是一个观察家，足够看人的表情、动作，所以伊画的人物。目睭甲动作拢足真实。听讲达文西细汉的时，捌有一个做田人做一个兵牌，摕去互达文西的老爸，希望请伊伫面顶画图。结果达文西伫兵牌顶悬画一只喷火的火龙，迄只火龙就若真的同款，互人看甲足惊的。达文西留落来画图作品无济，因为伊正追求完美，所以画甲较慢。大家上界知影的，就是最后的暗顿甲蒙娜丽莎的美笑这两幅图。不管是最后暗顿的耶稣甲12个门徒，也是蒙娜丽莎，达文西甲每一个人的表情、动作画敢若真的，互咱看到图就亲像看到真人。达文西也有一个足特别的草稿，你敢也会记得咱顶界讲 Wright 兄弟改良什么发明？我也会记得是飞行机。无毋对，
达芬奇比阮兄弟较早400多年就开始观察佮研究鸟仔飞行，而且模仿鸟仔的视角来做飞行器，互飞行员使飞行器像鸟仔的视角安尼。虽然达芬奇无实际做出来飞去伫天顶，不过嘛就安尼了解到达芬奇的创意想法无受限制，而且伊用话就会当画出一个发明哦。达芬奇有够贤，啥物拢会晓。我嘛爱观察安怎贴插角啊，才会当甲城堡起甲够载够大。机器人，你头拄仔讲倒位歪歪，我要安怎互伊莫歪？哈哈哈，咱做伙来试看卖。囡仔兄囡仔姊，你嘛做伙来试看卖。是只，你着爱。乐乐有冰刀啊哦，订阅入去爱记试落哦。嘿嘿嘿嘿哈哈。